向前河反手群出面台会，我是汪小琪。上礼拜印尼岛回拍两千公差嘅理想党，谈到咧采提动作嘅农民，还有乡亲都提出了对开通中央公路嘅强烈诉求。不过，呢下政府係用信心评估嘅立場，而等到呢片嘅提出環境全部都問題了後，將會考量去做可行性評估。村民係用自家嘅力量動手鉗進行路線嘅探勘，還要強豪宅代替技師，強下去檢視，做出安全研究嘅報告，希望作為國家首張中央公路嘅前瞻意見。用鄉親為緊要求講為修復中央公路呢？除咗提防生發嘅種種需求，看到台灣總鋪一百整體公共名路內同嘅中心點，為帶動航客全面性嘅發展，呢係台里山中央福建持久會所有信仰嘅信念。呢禮拜印尼持續多產黨嘅開工，除咗從需求面來探討交通議題，也會關心係講開通咧，呢天然公路內嘅改善開發嘅環境議題。用嘅無論到底係真正大家最需要嘅，兩眼皮去到開工現場。開會了！好，歡迎大家嚟下來到印尼開會討論嘅現場，為大家紹介來賓。第二來賓我們介紹是公路總局的古關公務段段長吳紹通，吳段長你好。鄉親大家午安。歡迎搶錯。第二來賓紹介係公路總局第二養工處的工程主任邵維國。大嶼山的一個鄉親以及電視機的觀眾，大家好。你好，歡迎。第三位來賓，我們介紹是中興大學土木工程系的教授邵克堅邵教授。各位來賓啊，各位鄉親啊，電視機前面的觀眾，大家好，歡迎你。第四位來賓，你紹介係逢甲大學土木工程系的教授許澤山許教授好。主持人好，兩位長官好，各位鄉親大家好。謝謝，歡迎四位來賓與我們共同討論哦。在地鄉親一再提出這個主線，可以先投以適當的工法跟工程，以實驗性的方式先來做一個點，然後這個點如果可以承受得了大自然的考驗，那不妨就可以從擴成線，然後變成面，那這一條整條它的開通的速度就可以加快，不會讓在地的鄉親一等等了17年哈。我們聽應該現為強模，你講5種，因為鄉親朋友也是經過了漫長時間的等待。那在上一集的公路總局的回復當中，也其實提到，從來都沒有說過要放棄上線，沒有說不修啊，沒有說一直要封到天荒地老，只要在它穩定，然後可行性的研究評估都真正成熟之後，就來啟動下一階段的評估。那我們的這邊的工程技師也都提到，其實他們對現在的地質條件是有信心的，也認為那個空間其實比起下線來說不會太難，只要工法用得正確。針對這樣地方上的呼籲，可不可以先以實驗性的點先來做一些？以我們目前的一個方式來說哈，因為工程做好了以後，一個結構物做好以後，它有一個保護期限嘛。那以我們目前做好的部分，從101年那個做好的一些民隧道，當然在老師這邊是覺得它工法上，是有些地方是可以檢討的，要檢討的。那我們也非常感謝老師這邊呢給我們指正。那事實上，我們目前做好的這幾個隧道裡來講到目前已經3、4年了，也沒有什麼損壞的狀況。所以這個部分其實是我們試驗，並不是如果是在野外試驗的話，是要有外在的條件來配合的。那如果是我們在實驗室裡面，這些條件都可以來設定。所以這個部分可能在試驗的部分，可能沒有辦法來做一個比較公正的一個評斷。是，謝謝您。請許老師要補充。這個民隧道呢，如果是要堅固的話，那我們啟動一個實驗，把那個1米或2米直徑的那個大石頭從30米高落下來，這個是可行啊。我們現在吊高機具呢，永遠可以吊得比這個還更高啊！把它落下來，把設計工程師呢擺在下面，讓他泡茶，看看1斤呢1兩好2萬3萬的都給他去泡。如果呢會有問題，他自己出問題，好，簽個拒絕書，你要設計你就來，好，你如果覺得那個東西是可行可靠的，我們是可以的哦，我們是可以容許這樣子的。
我们如果设计你要做现场实验，我们是让你做实验的。我们如果说可以承担了1米或2米直径的那个大石头，从30米高砸下来，那不坏，我们就可以保证，我可以就在里面泡茶。要死我是不要去死别人啊。那我们现在呢？你看看，我们上次呢有看到一个地方，那边有照片啊，它呢规划不当啊。虽然有做轻钢架的那个东西，但是呢，大石头掉下来没有砸中啊，如果砸到人怎么办？啊，这个很明确哦，这个很明确。你看看那个大石头下来，我相信这样大的石头下来，它是承担不起的啦。好，谢谢徐教授。所以回到实质的讨论哦，中横公路它到底这个开通讲这个计划，倒是远在天边，还是应该可以近在眼前，有一些实际的步骤去可以完成的。我们之前在讲到说，其实我们的中横公路不但是在地方上它是地区性的重要联络公路之外，我们也要探讨将来这个中横的这个台8线主线在开通之后，它所肩负的又是怎样的一个比较大的交通网络上的效益呢？了解还了部分为讨论感，来看一段样片。视频热的请动人去理山老了，也是个民众业者一定无限。一般来讲，年下会先去福州山看枫叶，再过去到梨山去养步。头摆中磅高地的时节，梨山的年下一年会有75万人上年按到。也下年下无从头摆按到位，因真交通唔利便，想要去梨山就会是较严的查嘅。东西上来就清圈啦，一般东西计程车是30万头在走哦，啊个还有公路口还有金马吼，连晚都遇到旱季大巴士唔在走咧。年下到位，难免就会发生意外，喺公塘道救护车嘅上，梨山的线所嘅医生、护理总一到二就会停定时刻，了解送查嘅情形，再过来停定处理。病的种类其实大医院看得到，我们都看得到。譬如说以急诊来讲，你中山急诊看到心肌梗塞，他马上送到楼上去做心导管。那我们这里差的就是我看到心肌梗塞，我马上用救护车把它送去医院，或者用直升机送过去，还要3个钟头、2个钟头以上才能做心导管。梨山美诊所系台梨山地区唯一的医疗单位，除了提供24点钟的急诊，韩国1年透气都冇用了。喺讲遇到紧急的情形，停电就会由救护车送到上行嘅太医院来治疗。一节重阳阳位嘅程度，对病人、伤者、韩国家庭嘅不抗人来讲，都会一条唔地方用嘅又难嘅路。针对中断了17年之久的这个中横公路，在工程界有2派的这个讨论哈，一个认为呢是。这个还是要谋定而后动，等到整个环境还研究可行性的评估都在更成熟之后，才会启动下一步。但是许教授呢，其实认为以现在这样的地质条件来讲，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也可以透过适当的工法跟更先进的技术来选定我们要的是什么。那刚刚相信有提到，事实上呢，在这种2种讨论之中，怎么样在这个拉扯里面找到一个，就是我们当地居民的需求到底在哪里？所以需求决定政策的方向，其中需求有哪2大面向是最重要？第一个呢，在于是相当是人道的问题了，这个就是医疗相关的救护设施。我们看到从在大梨山地区，我们现在缺的是什么呢？缺的医疗设备，缺的是重大疾病的医疗，还有便利快速的就医路线。在山上生病要看时辰哦，下雨天、台风天不能生病，因为你一旦生病路中断出不去，那就非常危险。那再来看到呢，其实现在大梨山地区的人口有3000多人，到达顶峰的时候，之前还有5000多人。那为什么人口越来越流失？其实在很多的基本的民生需求上没有办法得到满足，可能也是一个问题。我们的上线一定要通的一些理由在哪里？请举手。我是一个从事救难志工的队员，是副大队长。那每一次在有灾难在发生的时候，通常都是路都中断了。那尤其像前几年林务局有两个员工因为那个土石流有问题，结果也是因为道路问题没办法通，结果就枉送了2条宝贵的生命了。那我们希望梨山这边的那个乡亲在
有发生什么急难的时候，灾难在发生的时候，或者说有生病，每个人都会生病嘛。那生病的时候，万一要后送，那我们这一条路实在太漫长了，要绕到宜兰也好，或者说绕到那个，从埔里到就是说往合欢山的话，那路途实在太遥远了。那这个时间能够，没办法去抢救这个生命，所以说我们希望。强烈的建议啦，假如说能够恢复上线的通行的话，那是我们最迫切的。上线有救命的必要，对，有救命的必要。是，谢谢你，您请坐。还有乡亲朋友要提出意见。我们卫生所其实受限于设备跟人力的关系，其实我们一般常态性的服务是一般门诊，那我们缺少的其实专科，像是妇产科啊、眼科之类的。那这些其实民众来到这边，他们如果有专科的需求的话，我们医师没有办法提供立即性的帮忙，那这样就会请他们下山。那请他们下山的话，那他们第一个一定是往中横的便道走，那又每天又遇到3个管制的时段，对，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他们来讲很不方便。再来的话，我们紧急医疗，那我们是24小时的急诊，那民众进来之后，如果遇到重大的或者是说一些急迫的状况，我们医师处置完要立刻送下山，那可能是凌晨，也可能是在任何时候。这样的话，我们救护车选择最快的方式，一样是中横便道。那变成说中横便道的路途，它的路况会影响到整个我们救护车的行车安全。那这样子，其实这样的一个救护的环境啊，医疗的环境对这边的民众，梨山的民众其实是很不公平的。而且你刚刚讲到医疗设施当中，什么科都缺哦，很多科也都缺医生。那路不通，其实医疗人员要上山的意愿也很低。对，这也是我们人力缺少的关系。是，谢谢你。好，还有其他乡亲朋友要提出意见的吗？我们今天谈到梨山的医疗，我想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设备，因为再怎么好的医生，设备不足，绝对没办法救病人。是以目前现在在地方来讲，大家都只能走便道上下哈。那走便道上下，1天3个的管制时段，对当地居民，尤其是当有碰到重大医疗、紧急医疗的时候，吃过很大的苦头。我们只能求上帝帮忙。为什么？这么老远，假使我是心肌梗塞，我恐怕还没有到谷关，我就已经走了，到上帝的旁边。谢谢他蒙主恩召，所以我们主要的能不能，我们台中市政府也好，能够做一个机制，随时的要有救护的直升机，只要梨山地区的居民有一种比较严重的疾病或者需求，我们马上的把直升机开到梨山地区，把它接到我们台中医疗的这些大医院，让我们梨山的居民有健康、有希望、有明天。你的意见我们听到了，谢谢。徐老师，您刚刚在节目中强调，公路的维持有时候是一种人道的需求。我一再就是提醒像我们的中心顾问呢，他们技术很好，我们都 appreciate， 但是呢，他有时候配合去做这种工作那就很不恰当就是呢，人家呢需要找理由，那你去给原因那这样的话，公路总局就有这个理由来说我要延缓复建。那个延缓复建是纯学术研究的一个结果，你去上网去看一看那个人家做类似的研究是纯学术研究，不是用来呢说告诉老百姓说这一条路不能修啦，要10年稳定以后再修啦，绝对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中心顾问呢，那个研究案呢，如果是我是公路总局局长，我不会给这种研究案这种研究案明显的就是要让老百姓误解说呢，这个研究案就是要拿来呢塞各位的那个这个脑筋的嘛。说你说呢可以复建，人家的研究报告说不能复建不稳定但是不稳定呢，确实就不是呢复建的理由嘛。复建的理由是刚才讲的人民生活需要，然后经济发展需要嘛。那哪是呢这个什么研究结果了所以那个研究结果是纯学术用的以上。谢谢徐老师。那针对一个比较聚焦就乡亲朋友一再在关心的
都说现在的这个上线有在要启动，事实上已经启动一些相关的作业了。我们可以请教一下吗？这个复建有望的期程，我们知道一开始工程在评估，总是要先做可行性研究评估，将来还要结构，还有在整个这个相关的路线的规划。我先请教一下我们的主任，针对在这段路线的规划，事实上现在有没有一些比较聚焦的眉目可以跟乡亲朋友说明的？这几次的调查当中，我们是发现到很多的下线的灾害，事实上是从上线一直延伸下来。下线会因为灾害造成受阻，上线同样也是受到同样的威胁哈。那我想这可能大家必须先要了解的哈。那再来的话是，刚刚主持人有报告过是说，上线当初是农民长者哈，他们一早一辅做出来的哦，所以当时是用人力的方式来开挖好，所以它的上线的条件规模事实上不比下线好。我是说路线、路型，还有路宽、路幅等等哈，跟下线事实上是有蛮大的一个差距。那如果上线我们必须启动修复符合现况的一个道路需求哈，就是公路的一个规模形式的话，它可能还需要蛮大的一个工程去做一个调整。那所以一个上线的开通或是整个附件的工程，需要一个大规模、一个各层次各方面的一个去探讨、所以去研究。公路总局在对上线的这个将来修复通车的定位，也是放在它是省道规模的层级，可以对大众来开放，这跟地方自救会的诉求是一致的。我们附件原则上我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我们公路局一直都是站在离山地区的居民，不然的话，我们当初发生灾害的时候，我们不会第一时间就投入了将近20亿去恢复这个中横的部分。是，好，那这是我们一直努力的目标。段长，我们目前来讲，上线要做的部分，会一定要拓宽吗？对，一定是要达到现在的我们一个标准，就是说，我们这个是5级路30区啊，那个比较专业化的名称，它都把它这个道路定位在这一条这个省道的这个标准上，那就会有一些这个道路的一个转弯半径啊，或者是它的高度、宽度之类的一些规范在，那是会比现在以前开通的时候的那个规模来讲，是会比较严谨跟比较完备的一个状况，才能够提供一个比较安全的道路。我也请教，在现场也有结构技师哦。事实上，在对不管是上线或者是下线，都有很高规的评估。刚刚段长已经讲了，其实就是希望这2条将来都可以升级到这样省道的层级，才能够真正符合内部的需求，还有外部的需求、外部的发展来看。那以目前现阶段，你们也做了相当一段时间的这个研究成果了啦，哈。那目前来讲，现在最急需欠缺的那一路是什么？刚才有讲说，要不要等大自然它自己稳定？那我们现在是说不等，所以说我们要怎么办？我们跟它和平相处嘛。你会落实。那我就从下面穿过去，我就盖明隧道。然后呢，你会就是土石流，那我就从上面穿过去，我就盖桥梁。那其他小一点，可能刚才讲落实那个土石流一样，它是比较大一点。那也有可能小部分它会小落石掉下来，就是比较垂直一点的话，那因为解压的问题，它掉下来。那我就做一些吸收型防护啊。早期这个路比较窄一点，所以只有单行道。所以说某些部分的话，没办法说完全管制都不管，因为这样的话那没办法过去，所以还是得有部分管制。那管制完之后再走的话，那安全的话上，基本上是大概是无虞。那也有可能是碰到天灾，比如说我们讲的一些台风啦也好，或是说一些那个就是水库放水也好，所造成了一些我们非预期的东西的话，这个就会产生一些部分的灾害，因为毕竟是说这个。地势比较陡峭一点，然后就是这个地址的话，就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因为说实在的，它离山到中横这一段会产生这么的落石的话，其实不是说你是在下线或上线造成的，而是说这边有2种石头，比较硬的叫辫子砂岩，比较软的话就是板岩。就是早期的沙跟早期的泥2个一层叠在一起一层，所以我们讲的那个
叠在一起，一个软一个硬，那板块挤压之后，它就软的就破掉，然后就掉下来。然后上面的支撑的话，那你硬的话也，因为你下面没有支撑，就要跟着掉下来。那或是两个叠在一起，就像夹心饼干，一挤就整个脆掉。所以我们看沿线过去的话，石头颜色有2种，一个红黑，一个白色，就是因为2种不同的地质硬度不一样所造成的。那一板块一挤压的话，就会造成不同的一种落石的现象。那沿线这么长，24公里，我全线都要把它给整治吗？我们做工程设计的要考虑3个东西，第一个叫安全，第二个叫经费，第3个人火施工。所以说，像那个许教授他提出来的东西，我们非常赞同。我们第一个设计也是这种方式，可是呢，它是一个回字形。那我们工程要走的话，那假如我用回字形下面的话，就地板的话，那我怎么办？我要封路。那封路离山居民的车子怎么下去？不可能嘛？那我这一个工程要1年，那我就封路要封1年。请问下各位乡亲，你同意吗？不要嘛。谢谢。所以其实，在各种的这个方向中，找到可行性的那一块去走。妥协，跟环保团体妥协，跟安全妥协，跟乡亲妥协，各个都妥协，才出现这些东西出来的。所以我们是思考很多方面，不是单一个思考来做这些设计的。是，谢谢你。工程的专业名词很多哈，工程的设计方法讲了林林总总，罗列也很多。那现在路修的修哈，可以修的也尽量朝那个研究的方向去走。目前有的道路跟目前不通的道路，跟目前还在修的道路，跟未来可以开通的路，我们有办法可以互相的相辅相成，而不会是叠床架屋。那个设计可以怎么来走？你先写过他，杨碧国准备继续讨论。大家嗰陣都討論嘅現狀，你用嚟當衝嘅事件，你同大家嘅想法，然後各方嘅意見哦。所以你下問題就會請教講，到底為到本那個台里山提起喊卡奉片，你下種普預備你個台公路嘅交通名，也做得合乎到大家嘅需求，到底怎麼樣產生最好的共識，然後兼具可行性的辦法，讓這一件事情可以早一點有所進展。問題我請教一下壽教授，其實目前現在台灣來講，尤其是在中部橫貫公路這邊，您看到也有不少的這個取代的道路，或者是說可以相互補足的路線。一路聽下來，也聽到在地居民其實他們有很多的苦果跟心聲，是需要這個台8線可以通。那在目前，在公務單位還在做可行性的研究評估，這個工程還沒正式啟動之前，您觀察到的有什麼樣是可以發揮這些公路彼此之間最大的效益，先讓在地的鄉親可以這個需求度得到一些滿足的？因為我過去幾年一直在做這個山區道路的研究，其中有一個研究案是做這個，應該是配合南投縣政府還有國科會的研究計劃做例行產業道路的研究那我們的目的是什麼？就是把它裡面大概6、7個主要的崩塌地把它搞清楚，然後讓這個縣政府知道說它怎麼整治的優先秩序那我的想法是這樣，因為我常常走這一條，我就有一個另類思考。其實例行產業道路它的線型它的位置它並沒有像這個台8線被這麼多隧道切過其實條件是稍微好一點不過例行產業線好像也不怎麼通。對，那是原因是因為它是一個產業道路，現在都給卡車走是超限使用、過度使用，而且也沒有管理嘛。我的意思就是，假如這條路能夠 upgrade 變成省道等級的我是覺得配合將來的就是國道6號，國道6號最終會到廬山，最後會到花蓮現在當然只有到埔里，對不對？如果國道6號到了廬山，那在接到 upgrade 之後的這個例行產業道路就到梨山啦這個說不定更快因為你到了廬山就是高速公路啦所以這個當然這個可能還要一段時間，不過大家可以另外去思考這個問題啦那至於說這個台8甲的這個未來我是一個想法，就是因為這個路再怎麼修也不會那麼快達到大家要求的那個高標準不妨這樣思考，就是安全很重要，安全達到這個標準後，先給人走那貨車最好不要走，貨車最好還走例行產業道路，也是一樣等級升高，因為這樣才有可能
第一个共存，而且安全能够提升哈，这是我的看法啦。是，所以充分的利用现有的道路，但是在这个道路的功能上做这个有效的区分，能不能够提升一下我们这里交通动能？刚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哦，我们大梨山地区不只是我们现在居民相亲落脚在这里生活，那我们过去都讲梨山梦啊，梨山梦就像一个美国梦一样，对很多人来讲，它其实是它开发产业安身立命的一个重要的路，就因为这里的产业经济规模是有的。那我想开放现场在地有一些心声要表达的是吗？这位举手的先生。政府单位其实想做的时候，安全评估都没有问题；不想做的时候，就是安全评估有问题。为什么要这样讲？102年在立法院公听会的时候，我提出来，为什么在102年之前，这个台电就在现在的这个古关到德基44K 上下线那里做了山里头的隧道哦，那个隧道一直在施工。我提出问题说，为什么他可以做？好，台电说他们有经过环境安全评估，送经建会，经建会马上出来答复说那个安全评估是没有问题的。这个证明什么？也就是说，环境安全评估在现有的目前这个阶段是 OK 的，通过的。所以我们讲政府单位想做就没问题，不想做问题很大。所以觉得现在不应该推脱，其实评估已过，应该做了。好，我再强调，来自全省各地的观光客啊，因为我是梨山地区观光协会的总干事，各个地区的观光团体还有观光的游客给我们的资讯说，为什么要让他们全台湾省这样绕遍呢？才到梨山，这个是太浪费现在的这个环境资源。好，以上请政府单位赶快检讨，赶快把上线打通。你要做就是安全评估通过，事实上已经通过了嘛，安全没有问题。谢谢。是，谢谢你。还有乡亲朋友也要发言。我们在山上经营饭店之后啊，其实大家都知道，交通其实是观光的命脉。可是交通当然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来山上之后，我们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一般的饭店业者的淡季跟旺季不会像梨山这么明显。梨山每年只好2个月，不好大概8到10个月。所以在观光的推展上，它的确是比较辛苦、比较困难的。所以因为一般人不会想让开车从台北开车上来到梨山3个多小时之后，再开车回程一路再原路回去。所以如果说这条路可以通，让一般的游客或观光客来走的话，的确梨山是个很有吸引力的地方。那我们也希望说，不管执政者、主政者，请不要忘记。梨山是全台湾最好的观光资源，那这一点呢，放在心中，放在心上，认真的推广。我相信台湾人会感谢你们，不只有梨山人，台湾都会永远记在心上。是，谢谢。从旅游业观光发展的这个整个角度来讲哦，大梨山它其实肩负着一定的发展程度的这个压力跟期许啦哈。其实，在这个中横往梨山的路到底怎么修，目前呢，在很多次的这个座谈会里面都提出几个比较关键的一些主流的意见，我们整理出来哈。像交通部常务次长范植谷呢，他是认为3年10亿还是在强化下线，把这个变道的功能跟安全都往上提升，来基本上先满足这样的需求。公路总局这边也提到，上线的这个地质稳定与否呢，要再评估。那这个作业会启动，只是呢，真的急不得，不能强要通过，仍然需要一定的考量。那台中市的副市长林林山过去也是前交通部长，建议摊方区来打通隧道，增加这种公权的稳定性。那再有一个呢是大梨山的居民认为修好上线还是唯一的王道，至少这条路保持畅通的话，很多事情都不假外求，可以直接来恢复省道的等级，可以做到联络。针对这样的一个诉求，我们先请教徐老师。其实，在你们这份研究报告，虽然时间其实不长，从10月跟自救会的居民一起上山去探勘之后，很快的立马加编就做出了这份一个研究报告。请问这个报告将来在需求上，你们还会持续的升级这个报告的整个规模度吗？然后针对刚刚相信提到这条公路之所以需要被打通，还有很多的层面要考量，这方面好像在你们研究之中也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如果要做的话，它应该设定议题啊，公路总局这边应该设定议题，说应该怎么做啊，
比方说像我们的副市长讲说呢，局部的不就帮他去呢，用隧道穿过，这个公路总局过去都这样做的。但是为什么梨山这一段呢就不做了啊？你去看那个北横还有南横，他们也都这样做啊。这个摊不能再摊的时候，他就隧道通过了。那这一段也可以啊。我们去勘察的时候呢，确实有几段呢是要用隧道通过的。我们不能再像过去一样循着原来的路径呢100%遵循的，这个不行的啦啊。就是过度脆性破裂的地方，还是要有隧道来 bypass 过去，然后呢以安全为第一考量，这个是正确的哈。刚才我们那个结构工程师也这样讲，我们也是同意的哈。他刚才讲说呢要管制交通，对不起，我们针对的是上线，上线呢是全线修复好以后再通车。你要修复2年也好，3年也好，我们的居民呢不在乎呢这2年3年，是在乎的是说你已经在做了没有，是不是有心要做，10年8年还要再评估，再评估还是不稳定，还继续再10年吗？以上。是，谢谢徐老师。好，那听到徐老师他做的说明后，在场相信好像还有意见要提出来的，请举手。这位先生你好。梨山地区的游客量从88年921地震前，每一年将近有100万人次游客量。那因为受到地震的影响一下骤跌到1年不到10万人次。那对于在地的观光经济的影响可以说是非常的大。那我们交通部观光局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从民国90年成立以来我们就持续的不断对在地的一个观光软硬体的服务措施做一个改善。我们是希望说在台八线完成修复之前那我们山处还是会持续来做努力。那希望游客不管任何时间来到梨山，都能有一个最好最优质的一个体验。所以还在做准备要将来要有更多人的时候，你们还继续努力。还有乡亲朋友也要表达意见的吗？请举手。这位先生。我爸爸过世的时候，他特别承认我们所承认的是台八线是我们联力台湾，就是泰雅古道。那第二个，他特别的留下一件很深让我们思考的他说：“你的路、你的房子绝对不要坐在西边了。第一个古道，泰雅古道，日本的里番道路我们中横台八线上方还可以看得到也就是延续我们台湾的联力台湾。然后我们蒋经国。”我们的总统他有远见，当他来会勘的时候，他看到日本所设计的以前的里番道路也就是以前我们的泰雅古道。那后来中横台八线就是从这边来的所以我总发现两个，特别是我们专家学者，我尊重你们的专业不过我们台湾的祖先早就已经预料到了。你这个台八线要做的话，就是坐在现在的上线的位置，绝对不是下线这个位置然后我刚刚有听到，2027年11年呢，17年加28年，我从来没有听过世界上，台湾有很多阿里山、苏花高，他们有稳定吗？为什么单我们中横说不稳定了就不修，也就是我们刚刚乡亲所讲的，你想修就马上修了，你不想修了，你拖到28年都没有用了。最后你能保证现在的民隧道，我尊重我肯定你们了。但是这先阶段的我当然肯定了，但是11年以后，大甲溪的那个鱼沙，会不会把你现在所盖的那个什么？那个民隧道都完全的给它盖住，不一定呢。你看我们慢慢这样与其你这研究，你去评估下线的，倒不如现在马上不要推拖拉，修我们泰雅古道台八线原来的泰雅古道。谢谢你。关于农业、民生、经济还有生态环境的拉扯，是不是这么绝对其实要考虑到整个环境的它的承载力，还有它的永续性。也透过好不该样片，为基本嘅讨论做一个结论，就係講呢條路到底能擺用嘅行，就合乎到全民嘅利益咧。
是等大理查，顺等等的三排梯的高原渡口穿上穿下，梨山发展高山农业当多年内，早就发展出亚洲追溯水果的方式。头摆上山去开垦的农民，创造出了高山农业的奇迹。故说没想的见到见动人去上访了开垦。头摆农民迁到，就开发按多土地，原住民了也，啥物讲？就带出感情来种未习惯啊！民国50多年，正式来种开山种了高树啦。梨山的土地因那也就是发展的品质，政府面对刚开始种的高树，尊重的经济价值含较大的补贴菜同茶树。不过，天气热可能到山崖嘅，例如水土保持嘅问题，农药、化学肥料含卡使知道地基水库嘅水质有氧化。因为他们才开始造成台湾的所谓的高山茶的兴起，加速了台湾的森林的毁坏，加速了台湾的生态的一个破坏。这些人事实上是台湾的环境破坏的一个惯用者。高山农业创造为当国的经济收入，不过没事知道三排梯的安全问题和个水源污染的事实。梨山的温带水果、青菜、韩国茶米、上行二港都有名。农业同观光的发展，含下去梨山人创造为经济来源。系讲中网青山中线有一日在过开通的，做地想象的是为带动南外一到位地方的观光发展。也喺梨山那也好系高山的经济同生态运续发展，以为用的人顾呢。随着道路的开通跟它的货畅骑行，可能我们将来都很难要避免、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将来随着道路畅通之后，这种所谓高山的开发，是不是会有像部分的环保团体所担心的，会无限制的扩张呢？还是其实在地有在地的条件跟它的历史成因？到底大梨山生活区跟这个产业区，未来随着台八线的这一条路的努力开通，或者是现在在保守估算之中，将来会呈现什么样子的一种局面，也是大家关心的哈。现在最后的时间，我也开放现场。交通是所有经济的命脉，产业这么稀稀落落，梨山这么好山好水，有历史的一个使命，有生态的环境，有溪流樱花沟吻龟在这边悠游。有飞鼠在这边飞跃，我们站在这里，雪松就这么茂盛，这么美的一个地方，我们不爱护它，不推广它，然后要把它封了。刚刚我回应主任的话哈，就是说，如果愿意1年把它封了，我们不用走这条路，上线马沟把它做好，我们非常乐意。我们1年都不走没关系，我们宁愿期待的是未来，是这样。对。好，那我们准备好了没有？谢谢您的分享。还有其他乡亲朋友提出意见的吗？这位举手的先生。我们梨山的居民都知道，你的便道是为了发电厂而开的。我们受到管制，为什么我到区公所，我到户政，我不能直接过去？对，安全重要。那你是不是更应该把台八上线给它修好？你雪山隧道4零砂岩你都钻得过去了，台八上线为什么不能钻隧道？谢谢。好，你的意见，待我们请来宾一并回复。这边有举手的这位女士，那个公路的专家跟我们说要再等到2027年，可是今天我们的许教授告诉我们，不困难，可以马上做的。那是不是我们延聘的专家来评估这个上线修复的可行性专家，是不是公路主要的工程单位？他们只是延聘单一的见解，好，必须要暂缓修复的这个单一见解的专家。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梨山乡亲真的很恳求，那是不是工程单位公路局主管单位，那您的延聘专家是不是可以至少有一半是我们梨山居民的所聘请的专家？像许教授这样的专家，然后马上修复，马上去
至少开始动作启动我们上线评估，上线修复的可行性评估，而不是把它只列入中长期的，而是应该要马上做的事情。谢谢你的发言。因为我们的道路到目前一直没办法一个不通一个半通的对情况之下，延迟了我们整个和平区的整个观光产业的发展。是，这是我们局长的最大的努力的方向，但是他一直没办法去挚爱的地方。仅代表我们公所恳请有关单位能够尽速来完成我们大梨山地区的整个的建设，让我们的产业观光能够更加的蓬勃发展。是，谢谢您。好，把时间交给这位先生。那我代表自救会要求我们公路总局在往后的中横变道或者是中横上线的审查委员的时候把我们的自救会的人员还有学者专家纳入1半以上，不要都只是什么你们公路总局说什么就是什么。到第二点，我们绝对不接受公路总局单方面就是中兴顾问公司一家公司的评估报告就把中横上线给抹煞掉了。到第三，在2006年青山电厂复建的时候，他打了台湾第二条5.6公里的隧道，这个大家都不知道，台湾第二长这个就可以推翻什么公路总局所说的安全评估。打隧道是不是把环评把生态降到最低？所以我希望公路总局以后可不可以朝着这个方面去着眼，不要一直在推脱了。我们梨山居民跟台湾用路人不是2等公民。好，我们谢谢这位乡亲他所提出来的一个具体的要求跟建议。好，最后还有没有乡亲要把握机会最后的补充？这位举手的乡亲。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37号临时变道，希望能够提升到省级，这是我的第一个这个对我的诉求。第二个，既然我们林副市长林03建议我们上线的摊方能够钻隧道，那我请问一下，现在台电隧道都已经做好了，为什么老百姓的不能钻隧道？令人费解。这一点我其实一直不了解，为什么台电隧道都已经做好，老百姓做的既然不能这个钻隧道？当然可能基于国家刚刚正如我们那个段长讲的，可能是经费的问题。历任总统陈水扁、马英九，还有我们江启臣委员，都为了台巴这样的一个要怎么样的抢通，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解决。然后今天我们大家又共同的发声，我希望这个开通的时间不要再等2027年了，已经等了18年了。是，谢谢各位，谢谢您的意见。讨论到了保姆团中，我想，之前有一些立委到梨山这边来考察，那我们交通部也好，我们公路总局也好，也都有来参加，所以在上面的我们长官的部分，应该都对这个地方的这个殷切的期盼，大概都是已经蛮了解了。那我想这个部分呢，上次在这个立委这边的那个考察的期间里面，我们也有这个市长也有提到过了，就是说我们今年会完成这个地貌变异分析第2期的第1年的一个报告出来。那这个报告出来以后，后续我们就看这个跟上面会有个共识就是说到时候再来跟台中市政府啦，或者是跟上面来大概再研议一个启动的一个时机。今天在现场汇集到的各种意见，其实也不乏专家学者的具体专业建议像这些建议在今天的讨论之后，其实可以在第2次的评估报告之前，会有一些内容上的调整吗？我想这个部分应该都不是在技术上，或者是在我们现在目前看得到的这个部分应该是整个政府在政策上
的，怎么去什么时候来做这个，就是整个要有一个共识以后才来做。但是对你们来说，事实上在这个工程改进的方法上，你们也是尽全力去做，只是这个施工的期程到底是怎样，是看政策在走。谢谢你。其实这是段长今天对现场乡亲的一个回应哦。那最后时间，我要请教徐老师。我们呢这边呢有2种需要，经济发展还有人民生活的需求都有需要啊。那为什么呢？我们就要把它忽略掉？这个是最大的疑问了哈。原来呢就是有人在主导嘛。呼应一下刚才我们那个他们的诉求，就是呢，您如果有报告出来，对不起这个报告呢要经过呢这边来做一个审查，可以改进的呢也改进啊。那如果是真的不能改进，那这边的这个乡亲的声音呢也就软了嘛你如果写的报告像刚刚讲的，主要的报告呢就是1份而已，中心顾问社做的那个所谓的生态的那一些什么变迁那一些环境变迁的一个结果，环境没有不变迁的现在呢政府呢每一年呢环境变迁呢都至少呢投资2亿在做。这个变迁的结果绝对不是拿来做公路复建的一个依据这个天天都在变迁，没有一天不变迁。那这个东西呢，地质呢一直在改变没有稳定的一天，这个都是可以呢工程来解决工程来解决。只是呢说呢，你政策要不要改？政策要改的话，那就要有正确的报告出来。好，以上，谢谢。以上係基本出面大會嘅討論，感謝大家收看，下日再會。